Hello，大家好啊！萬眾期待嘅天使海終於有現樓啦！而家我即刻帶大家入去參觀一下啦。係咪好心急呢？而家呢就帶大家去睇一個樓王嘅單位，事不宜遲，即刻跟我嚟啦！豪宅嘅特色當然係有一個一望無際嘅維港煙花景啦。廚房除咗大之外呢，設備齊全，當然唔少得Sub-Zero嘅雙門雪櫃。如果唔係，點樣可以廣宴親朋啊？噔，壓軸當然係參觀主人大套房啦！哇，大單邊窗睇到一個無敵大海景啊！今晚假等你咋，同你睇埋個愛馬仕式衣帽間啦！無敵浴室雙洗手盤設計，浴缸淋浴間分離，又係擁有無敵海景。睇完係咪覺得好吸引呢？事不宜遲，即刻約我睇現樓啦！拜拜。